感觉让跟投手没有很合拍哦。那再一个，这个球出棒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一出局之后，轮到当球员呢，难免会遇到了哦。那这个问题其实去跟队上的学长请教，或是跟打击教练讨论哦，我想都是一个方法哦。哇，量好3位之后，这个球走内角进来，结果邱中没有出棒，站着被3振，果菜对。哇，这个球2场比赛都先发，而且还打完哦。没错啊。这个球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。在7局下半换上来投球的郭俊杰，连送出了3张老 K。